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5月29號。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地方政府的收支情況。一夜之間，全國各個地方政府都開始哭窮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最近網上流傳一份2026年 Q1，就是第一季度各省市區的財政收支情況表。根據這個表反映出來，當然了，這個表是根據公開渠道公布的 Q1 財政收支數據統計出來，已經公布的28個省市自治區財政自給率全部低於100%，而這個財政自給率最高的是浙江，只達到了96%，也就是它還有4%的缺口。什麼叫自給率？就是自己的這個，我們顧名思義，就是我本地的稅收、本地的賣地收入等等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正好平衡，自給自足。以往我們聽到更多的是叫轉移支付，轉移支付是中央要給，比如黑吉辽、給西北、給欠發達地區轉移支付。那言下之意，還有很多省份富裕地區，比如長三角、珠三角，很多省份它是要往上交的更多。為什麼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，所有的省份自治區全部是不能自给自足了？那言下之意就都等着轉移支付上面給錢。目前還有3個省份還沒有公布它的財政狀況：河南、黑龍江、新疆。那這地方公布都一樣，不可能它比浙江還好吧？現在浙江是最高的96%，有人就让这個 AI 大模型去搜索全網數據做個驗證，把各個省自己公布的這些財政收支情況第一季度的做了一個表，這個表在網上都有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找，我只給大家念一下。從這個行政區來看，自給率從高到低依次排列，按這個行政區就是華東、華北、華南、華中、西北，與經濟發達程度基本保持一致。經濟強的地方自給率高，經濟弱的地方自給率低。那麼華東的江西和安徽拖點後腿，華東、安徽是自給率只有52%，江西是48%。華東是哪些地方？長三角就是上海、山東、江蘇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安徽都算華東。那你這裡面就是江西和安徽是拖後腿，而西北和西南財政自給率均不足50%。這裡面最低的我看是西藏，只有14%，甘肅22%，寧夏28%，青海34%，雲南32%，廣西30%，湖南只有39%。按照2014年修訂的預算法，地方不能有赤字。第28條明確規定，地方各級預算按照量入為出、收支平衡的原則編制，也就是你的收入，比如說只有100億，那你這個整個省的開支你不能超過100億，這樣自給自足。但是2014年修改了預算法，開了個小口，經國務院批准，限額內可以發債，但嚴格限定只能融入公益性資本支出。但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，城投平台、專項債、PPP、政府購買服務、政府引導基金都是繞過預算法的對策。即便地方違反了預算法，也不見任何的處罰。但是想一想，你也不能怪地方，你要罰他也挺難的，因為地方被要求做的事非常多，但是沒有足夠的錢。從這個表格看，現在自給率最高的是浙江96%，也不到100%。2025年同期，浙江的自給率是93.5%，而去年扣一，自給率最高的是上海，去年2025年是106%，但到了2025年全年，上海就變成了85.2%。很多人說這就是個里程碑式的變化，上海也沒錢了。上海2026年第一季度支出同比增長20%，收入只增長2%，這就像一個家裡一樣，你的工資沒漲，但是你們家的孩子補課費加了，老人突然生病了，你想想你們家日子是好過還是更難了？從盈餘轉為赤字，這種賬面突然惡化的變化，正是大家非常關注的一個現象。地方財政的收入一般就2個源頭，地方財政收入一個就是地方組織的收入，一個是上級給的轉移支付的，這都是他的收入。1995年財政部發布過渡期財政轉移支付辦法，出台了轉移支付制度。2014年預算法實施，以法律形式確立轉移支付制度，要求公平、公開、公正。
到了2026年，轉移支付成了所有地方的收入来源，即使上海也不能完全自给，這個問題很嚴重了。有人說轉移支付不合理，這個不對，你仔細想一想，轉移支付有的時候它也是沒有辦法。你比如說甘肅的人，他本地沒有工業，農業也不行，人都跑到外面打工，過年回來，老了回來，那你說地方要不要必要的公共設施要不要修？這個預算等等，它一套機制是吧？那個人吃馬喝的編制內的幹部，他都要保留，不能因為你平時都出去打工去了，他的幹部也減少，幹部還那麼多，編制還那麼多，公路還要修，公共設施還要弄，但是你哪來的錢？你人都出去打工去了是吧？都在外面做貢獻。你比如說1000萬人在上海打工，那你給上海創造了什麼個人所得稅一大堆的，但是這些錢都到不了甘肃。所以說在这種情況下，轉移支付有它的合理性。但是至於說它是不是絕對公平，這就很難說了。所以說有的時候確實也不能一竿子就是一棍子打死。2025年扣一，上海還有結餘，西藏、甘肅的自給率才14%和22%，完全依賴轉移支付。而四川一個人口大省，自給率才45%，缺口達到2118億。所以以前我讀到這個數字的時候，我恐怕就覺得是不是四川人懶，四川的經濟不好？實際上不是這麼想的，那只能說四川人都出去打工去了，都在外面，他創造的財富留在外面。你想，你創造的財富，你個人才能拿走多少？按照維維老師說的，你創造的你個人的賬戶發到你個人的那才一點點，大部分都是留在集體賬上，留在那。比如你在廣東打工，你給你發5000塊錢一個月，實際上你恐怕創造了至少2萬或者5萬的收入價值，但是你能帶走的就是那5000，那5000你還在當地花吃喝，所以你能帶回四川，你恐怕就變成1000了，或者2000，所以那四川它經濟就不行，它的財政收入肯定就低啊，這個比較好理解。那麼四川這個缺口達到2118億，轉移支付的持續擴大的背後是軟入算約束和央地博弈。轉移支付依賴中央組織的收入，是公碗裡帶瓜分的菜，窮富地方都想分一杯羹，富地方若是有財政結餘，那就分不到一杯。若是藏富於民不暴露，就可以或多或少獲得轉移支付，而窮地方要裝窮才能獲得更多的轉移支付收入。雖然中央可以抽查，比如安排審計機關去查，可審計機關一年又能審計多少個機構？只能是抽查。從激勵機制上分析，裝富對獲取財政資源沒任何好處，而要地方如實報告，要麼懲罰，要麼獎勵。我們只見零星的處罰案例，而獎勵則只能是財政資源之外的獎勵，比如給地方主政大員更大的升遷空間。2025年，全國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規模超過10萬億，佔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超過40%。在很多中西部縣市區，轉移支付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高達70%到90%。到2020年，轉移支付面擴大到了所有省市區，並且轉移支付的總額一直在往上漲，這標誌着這套激勵機制經歷了30多年已經被玩壞了，到了重構的時候。通過這個表，各個地方財政自給率實際上就看到什麼問題。2020年的這個春天，中國財政走到了一個歷史的岔路口，這是非常罕見的，包括上海在內，居然全部低於100%，就是自己財政的自給率，沒有一個省能實現財政自平衡，這是歷史罕見，從未見過。我就想大家應該能預感到某些東西，這個你怎麼能統一走到這個份上？咱們是 GDP 是第2大呀，完了之後 GDP 的增速是5%啊，那按理來說那是应該非常漂亮的。我們現在牛馬在那哀嚎是吧？牛馬說我這收入降了，我這個要失業，我找不到工作。現在怎麼地方政府也在哀嚎呢？就大家一定要想这個問題啊，就是說牛馬我們在下面總是焦慮，總是覺得你看我們收入降了，我們找不到工作，我們有工作也等着被裁，這個獎金不發是吧？這個35歲找不到工作了，大家一邊感受着宏觀經濟在高速發展，第2大經濟體，一方面這個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增長，一方面我們個人體感是非常差的，焦慮，對未來沒有信心。那你說我們個人因為你的認知有問題，你的素質有問題，你的抗風險能力有問題，你不好好學習，你不努力，你躺平，好，
那怎麼地方政府也這樣？大家一定要想這個問題。那怎麼地方政府他怎麼財政他也不能平衡了？以前還有錢的浙江、江蘇、廣東、上海，那都是自給自足，是不是？他這都是夠的。现在也得等着上面給錢，這說明什麼問題？我一直說，醜媳婦是要見公婆的。你掩蓋，你最終一個謊言，你要10個謊言來彌補、遮蓋、來遮掩，你最終會大白於天下。醜媳婦要見公婆啊！你給人發口罩有用嗎？你不讓人說話，人家通過網上你公開的數據，人家發現了，原來你沒有一個省市能夠自給自足，這不就跟個人一樣嗎？就像是我這個月我們家收入沒有辦法自給自足，我等着我爸給我錢是嗎？我這個月我開支要8000，按揭貸款加孩子上學，加上生病的開支，看病8000，合着我這個月收入夫妻倆加一起只有6000，不就這意思嗎？那你說讓我怎麼感覺到幸福？我怎麼不焦慮？地方政府也是這樣，居然自己沒辦法自給自足。以前自給自足的地方政府也沒錢了，但是為什麼沒錢？咱再說，至少你從報表看都沒有了，你就發展到這一步，在宏觀經濟穩步向好，对吧？這個態勢不變的情況下，怎麼會出現這麼多問題？地方政府都沒錢了。這組冰冷的數字宣告，自上海開府以來，這座錢袋子城市首次出現財政赤字。而支撐中國經濟運轉數十年的東部養中西部的模式，正站在難以為繼的邊緣。以往都是長三角、珠三角養中西部，沒毛病。我剛才已經解釋過這個道理了，因為人都往那兒跑，產業都在那兒，都跑到那兒做貢獻去了。那這幾十年改革開放都是長三角、珠三角沿海在養中間，某種程度上它也是合理的。但現在就這個模式搞不下去了。數字的鐵幕，財政數據為何斷崖式下墜？當廣東、上海都集體跌下神壇時，這意味着造血者自身已陷入財務泥潭。2020年一季度的數據格外刺眼，曾經動輒自給率超過100%的上海，該季度收入只有2605億元，支出卻高達2898億元，自給率失守90%，但支出增速20.3%，是收入增速的2%的10倍。支出那個速度啊，是你收入增长的速度的10倍。那你說這個，也就是說什麼意思啊？就往下，上海就越來越缺錢，越來越需要你上面給我補貼。浙江以96%的自给率領跑全國，但是我想浙江大家琢磨琢磨，浙江那到時候第2季度、第3季度恐怕就不行了。為什麼？會哭的孩子有奶吃，好，你還能自給自足是吧？那你努力，上面往下分錢的時候，他也得看，对不对？那哭窮的孩子就會。是不是占的便宜更多？浙江也無法實現完全收支平衡。廣東自給率跌至72%的區間。廣東以前都是叫富裕，叫大省，那都是現在它居然只能72%了。廣東、山東、北京等傳統強省均已徹底跌出第一梯隊，而在另一端，西藏、甘肅、廣西、雲南自給率已不足35%，完全依賴中央轉移支付為生。我記得我在以前有個節目講過，這家裡面生了9個兒子，大兒子勤勤懇懇、本本分分的賺錢，錢上交了，大家都上交，但大兒子交的多，花的少，那小兒子交的少，花的多，長期一晚下來，那大家是不是就會覺得不公平嗎？大兒子覺得，那我何苦這麼累？要不你就給我多發點，我多花點，要麼我就少交點了，我如果達不到，那我就不幹了。那我就磨洋工，出工不出力唄。這個過去20年，這個就不是20年，過去這麼多年，抽肥補瘦的蓄水池為何終將乾枯？中國各省就像巨大的蓄水池，過去幾十年，東南沿海財政強省憑借巨大的經濟效應扮演造血者，既養自己，又通過中央轉移支付填補中西部缺口。如今進水速度已經趕不上出水速度，根源在於2條老路被徹底堵死。第一，財政就是土地財政的崩潰，房地產市場回落，地方政府想賣地創收不再可行，連深圳2020年第1季度政府性基金收入都遭遇腰斬，對高度依賴賣地的省份更是釜底抽薪，也就是房地產低迷導致了。第二個，隱性舉債斷供，全鏈條化債鐵腕推進，雖然2020年前5個月地方債發行約4.8萬億，創歷史新高，但其中62%的資金用於借新還舊，置換隱性債務。同時，融資平台推出後，
最後實現設定在2027年6月末，這讓地方政府失去了原有的騰挪空間。這兩條曾經流通的活水被截斷後，地方財政擴張戛然而止。一個是不能舉債了，你隱性債這個給你杜絕了，是吧？政府還要化債，把所有的東西都搬到台面上。過去小兒子花錢藏着掖着，這是花了10萬，他報出來只報了7萬或者6萬，還有4万是借的外債，他們還沒報呢。但是我只花了6万，我先要6万，但實際上他要還10萬，那下面還有4萬的債，他不報。那現在這老太爺說了，對吧？你得如實報來，到底還欠多少錢？然后不准再欠了，不准再借。大兒子說，我交的多，我還沒借債，我外面還不欠債，結果我的待遇還差，吃的還差。第三個，恐怖的連鎖反應，當福利退潮，撞上金稅4期嚴管，若蓄水池即將見底，所有人的生活都將無可避免地被顛覆。這不僅是辦公經費縮減，更將深刻改寫政府如14億人的社會契約。微觀福利的不斷降級，雖然官方報告尚在強調加大民生投入，但基層已開始感知寒意。高鐵在全國範圍內率先宣布漲價，理由是債務壓力導致的經營虧損。可以預見，隨着補貼減少，公共交通、公立醫療、教育資源等廉價必需品將逐步按照市場規則定價。習慣了生活水準不斷走高的民眾將面臨公共服務質量回撤，沒毛病。過去地方政府是靠補貼的吧，比如說地鐵，你從直達站坐到終點站，好像比如說7塊錢。那肯定是不夠的，对不对？那不夠，那你怎麼就做了？那現在政府沒錢了，這補貼恐怕就要取消。那以後你從終點站是吧，你坐到始發站，那恐怕就得30。一個道理，一些公共服務都在漲價，你這政府沒錢了。公交車也是補貼，對不對？要麼他把線路砍掉，要繼續運營，那就要漲價。各個地方政府開源無方，他沒辦法找到多的稅源。大家明白什麼意思嗎？政府沒錢了，那怎麼辦？所以開源節流，節流這塊，那就是在民生補貼這塊，他沒辦法了，只能節。開源是什麼意思呢？開源那就是查稅唄。過去，所以說你看，現在雖然工業的什麼各種利稅它並沒有增長，但是個人所得稅是不是10%、20%的增長？個人所得稅增長，難道是你的工資漲了嗎？不是，對吧？難道是個人收入多了嗎？也不是。個人所得稅增長純粹是因為很多過去不徵的或者少徵的，沒睜一隻眼閉隻眼的，現在不好意思都要徵。你比如說過去你在海外你炒股投資理財賺的錢不用交稅，但現在都得交，老老實實的。那這個不都是個人所得稅嗎？這一交，所以個人所得稅你看在其他的稅种都沒有增長甚至在下降的情況下，個人所得稅在增長，那這種趨勢一定會往下繼續。那這就會加大大家這種體感，會覺得越來越難。金稅4期於嚴查時代，既然開源無望，國家機器必然選擇存量壓縮。2020年稅務工作核心是從嚴治稅，稅務稽查提級，跨部門數據打通，高淨值人群、電商等以往灰色地帶開始全鏈條透明監管。這是一個試圖通過壓縮違法違規空間做大稅基的必然過程，那這個過程一定伴隨着個體的這種體感會越來越差，進一步加劇這種焦慮，對未來預期不好，所以它就是個惡性循環，恐怖螺旋就這麼形成的。地方越沒有錢，越要加大稅收，越加大稅收，那韭菜本來收入也沒漲，還要多交稅。你看，第一財經5月28號報道說，年欠費超200億元，全國多地追繳停車逃單。他講的就是各個城市不是說把馬路邊都劃出停車位嘛，都是那種自動的，你一停，你比如停了1個小時就得交18塊，很多城市都這麼幹。但是有很多人因為他是無人值守，好多人就把車停了之後也不知道給誰交錢，不知道怎麼交，是吧？好多人就把車一開就走了，因為他路邊停車他没有搞地锁啊，那什麼你进出有那么欄杆收費系統的，他沒法搞那種東西，他只能搞個監控，在那兒也給你拍着，你停在那兒開始給你計時了，停1個小時收你8塊，是吧？很多城市路邊都搞這個，我看北京也有。好，因為好多人他不知道他就走了，對不对？但是你這個車在這欠停車費18塊已經記下了，那全國多少？據統計，一年是200億，
就這種停車費，你擱到你想全國這麼多城市，你擱到每個市其實不多是吧？而且你一個人欠費能欠多少？頂多幾十塊，好吧？你常年欠，那你也得欠个几百塊。也就是說，人多錢少，那徵收你要收這個錢其實挺難的，這就是蚊子腿上掛肉。你要把這個錢要回來，你看着總數200億不少一年，但是你分多少人，每個人才那麼幾十塊錢。你要把這錢追回來，其實成本挺大的，但是不好意思啊，這錢也開始追了。蚊子腿上要掛肉，螞蟻它也是肉，這就說明地方政府缺錢缺到什麼地步了啊！真的是一點招都沒有，掘地三尺要搞錢。我這裡就不說那些故意逃這個停車費的了。有的人說你路邊就不應該劃停車位，我在這停還交錢，交什麼錢？我交了養路費，我交了養路費，是不是啊？完了之後路邊停一下，你還收我錢。既然路邊能停車，為什麼你還要收我錢？你要收就收，違章罰款是吧？你說路邊不能停車，能停車我為什麼交錢？我交了養路費。等等，我今天不是討論說這個該不該收費的問題，我是說地方政府既然他欠錢，就是他缺錢缺到這地步，擱晚年他這個錢是不會要的，因為你要徵這個錢太難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得查到這個車主，完了之後你還得通知他得交錢，不交錢你還沒辦法直接扣，你還得打官司，是不是？你得通過法院什麼的強行扣他錢，或者怎麼着的。你一個地方政府或者一個什麼一個承包那種停車的那種，你也沒有執法權，所以徵這個錢挺難的。但是即便這麼難，他都擋不住他徵收追繳的決心，這說明地方政府缺錢已經到了憋叫的地步了，跟波斯啊跟狼子政府沒啥區別了，缺錢突圍的困境，也就是那剛才說了，那怎麼辦？所有的省市都不能自給自足了，那怎麼辦？實際上就是中央收權與地方守城的死結，也就是央地關係進入了一個新階段。不能說矛盾突出，我也不能說矛盾不可調和，但是大家知道怎麼回事就行了。你想象一下，這就相當於一個封建大家庭，現在大家長他怎麼分配？下面9個兒子和10個兒子幹活，現在兒子說我最好要當過分家，我自己幹自己得，我自負盈虧，是不是這個邏輯啊？你想一想，封建大家庭最後瓦解，不就是這個原因嗎？我為什麼跟他小兒子跟那小弟在一起，他啥也不幹，好吃懶做，完了之後他花的錢還多，他舉債還多，他會哭窮，所以他得的還反而多，完了他得到這個老爹的喜愛，老爹還準備把位子還傳給他，那老大他能受得了嗎？或者是老大得到老爹的這個疼愛，但是這下面老四覺得我看這個老大這麼蠢是吧？這麼弱，做生意不行，上學不行。你看我賺了多少錢，給家裡做了多大貢獻，我自己吃的還差，所以一定會不平衡。最後大家還是自己過自己的比較好。我也只能這麼說。那麼事情肯定不是這麼簡單，是吧？你看過《大宅門》的，是吧？或者是什麼反映這個大家族這種影視劇的，實際上都應該有所了解。那先剛開始那肯定是上面老爺子要收權，加大管控，收得更厲害，是不是？因為收得更厲害，老爺子手上錢多，他這個支配的權力就大，是吧？所以這個時候他下面越較窮，他越要加大徵收，所以中央必然選擇進一步收攏財權，加大統籌，但這同樣要付出沉重代價，那就加劇下面老二他的不滿，我就磨洋工，我也是早上8點出門，晚上9點回來，反正那大家都一樣，沒有收入唄。實際上這個就影響地方創新活力，但每一筆資金都要需要層層審批、嚴加審核，官僚體系的創新精神與市場反應的敏銳度會嚴重鈍化。長期而言，這種緊繃的平衡將在社會層面製造寒蟬效應。當下中國財政就像一台精密運轉的鐘錶，老了的齒輪已經磨損，更換的新齒輪尚未完全磨合，放水刺激通脹，怕失控，緊縮嚴防又怕經濟停滯，每一個抉擇都如履薄冰，丟掉幻想，準備過冬。2026年將是中國財政史上一道分水嶺，10.4萬億的轉移支付深刻揭示了中央的求穩心態，用看不見的手穩住了基層運轉，但這終究是治標不治本，矛盾會越來越突出，你的轉移支付會越來越多，越來越多，你總有這個山窮水盡的時候。歷史的經驗一次又一次證明，如果一個政權把大量財力消耗在內部維穩循環，那每一個個體就要做好公共服務退坡、物價上漲和稅費合規的壓力測試，丟掉大水漫灌的幻想，
地方政府必須尋找真正的新稅源，而普通人則需要重新配置自己的資產與規劃，把風險防控和現金流安全置於首要位置。當海水退去，才知道誰在裸泳。2020年這聲警鐘，所有人都應該聽仔細了。我怎麼感覺最近這個風聲越來越緊？原來確實是內部已經感受到壓力了，不是說唱空，確實唱空唱到了痛處。你要說馬雲沒錢，馬雲不會在乎的，馬雲只會一笑了之，不想跟你一般見識，他連跟你分辨這種興趣都沒有，不想浪費時間。但是你要說我沒錢，我可能心裡不舒服，我也罵你两句，因為你說對了。實際上这個不是5月份看到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收支才得出這麼個結論，實際上這個已經晚了。實際上我們這個節目是吧，我也不敢說遠，在口罩期間是吧，咱們就說過了，口罩期間大家還記得吧？當時網上流傳是吧，應該是昆明地方政府跑到上海去化緣，但是網上放了很多風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上海和昆明是结成叫什麼叫帮扶对象是吧？昆明沒錢就去上海去化緣，上海就得支援他，結果昆明市的這個領導帶隊跑到上海去拜訪，結果上海說我們也沒錢，導致昆明城頭暴雷，大家還記得這事吧？我們做節目就說了，上海都沒錢了。上海口罩期間一解除之後，上海號召黨員捐款，我們也說上海都沒錢了，你就知道上海是中國門面，是中國的臉都沒錢了，你說其他地方還能有錢嗎？是吧？那可是5年前，2021年大概，實際上拖到现在是吧？拖到什麼地步？就是2021年的時候還有很多地方它還能叫自給自足，但是拖到2026年第一季度，自給自足的地方已經沒有了。這個有2個原因，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確實沒錢了，誰也玩不下去了，連上海都不行了，你說其他地方你再裝，你再粉飾，你再美化报表沒有用，但最終是要花錢的，是吧？因為你地賣不掉，你哪個地方地都是地賣不掉，你哪來的那麼多錢？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，很多地方政府多多少少是這個地方政府他也覺得，就老大老三，他也覺得我看到別人這麼不爭氣的，他吃香的喝辣的，我在這兒吭哧的，我完了做貢獻，我還得不到好處，那他就抱怨了。即便主政的這個官是吧，一把手，哎，他個人還有往上爬的意思，還要做 GDP 做政績，那其他的人不配合啊，其他人覺得我又上不去，地方保護主義是吧？那大家都形成个統一的這個叫共識，那就是咱們也得哭窮，哭窮不要，你不哭窮沒錢，上面不給你撥款，你也得哭啊。所以第二個原因就是實際上就助長了地方政府哭窮，大家都哭要錢，你想想是不是有這個因素在裡面？那麼第三個就會導致什麼？導致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就進入非常微妙時刻。封建大家長老爺和下面9個兒子之間的關係就比較微妙了，有兒子就準備要分家了。其實分家也很容易，我們改革開放啊，為什麼農民很多人現在越來越獨立自主？因為以前封建大家庭的時候啊，你所有的財政都是老爺一個人掌握，你就幹活就完了。你幹活，比如說收入那幹的農產品都是老爺賣，你賣完了都要上交，那老爺控制了財政收入支出一大堆，都是老爺控制了，你們只管幹活，所以說老爺掌控一切。但是現在不是了，你現在都出去打工，不管男的女的，你出去打工，你拿的工資都是自己卡上，你又不上交了，所以這個封建大家庭就自動瓦解沒了。你爸跟你要錢，你也不給，是不是這個邏輯啊？你現在你上了個大學，你到華為上班，1個月4萬，你爸說4萬上交，你也不交，不就這意思嗎？所以說全部瓦解了。但是農業社會是不行的，農業社會你說你賣棉花、賣糧食、賣什麼東西、賣菜，那都得家裡人一起勞動。一起勞動賣的時候不一定讓你去賣啊，他今天是你賣，明天是讓你哥去賣了，錢要交回來，對不對？錢要歸攏。總之啊，下級地方和中央的關係發生微妙變化。這個微妙變化，大家想一想，這個非常的就是進入了一個非常什麼時刻？那中央就想辦法要加強自己的控制力，那地方就想辦法要更多的自主權。你想想，這是不是這種矛盾就開始越來越突出？我在以前節目說過，因為現在很多事情它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，不是你怎麼頂層設計的問題，說你原來不是這個意思，沒有用。我舉個例子，以平台經濟為例，比如美團，它總部是在北京，它的旗手是全國，它的商家也在全國，但是美團就相當於對全國收稅。你所有的，比如說你是安慶的一個商家，
你在美团上你賣外賣，安慶當地的這個消費者，安慶地的騎手完成這一切，這一單是30塊，好了，平台抽走多少？平台抽走8塊或者10塊，這10塊就是你安慶交給北京的稅。我们稅打個引號嘛，大家有沒有懂？比如網約車也是的，滴滴也在北京總部。好，你安慶的司機，安慶的乘客，你用滴滴這個叫車平台，你完成了一單40塊錢打車嗎？這40裡面平台抽走多少？抽走10幾塊，這10幾塊就是你安慶給北京交的稅，你全國都在給他交稅。這個就是平台經濟導致平台經濟，你又說你不能說不搞，你有的搞，他就在全國收稅。就比如說抖音也一樣，全國賣貨，完了之後，你抖音總部在哪兒？這個商家頭部賣貨的，他賺得多。他比如說頭部賣貨的公司在杭州，那麼相當於杭州又在全國抽稅。唯獨那些縣城、那些3線、4線城市，他啥也沒有的，他就是瘋狂貢獻，瘋狂的在往上交錢。那些地方，如果你不对他進行補貼，他只能越來越窮。大家想一下，是不是這個事？就是說這個地方，比如一個小縣城，這個地方它的經濟就是公務員經濟，就是公務員的工資來支撐這個小縣城在運轉。那運轉這個錢，這公務員的工資，它最終化為什麼呢？化為稅，又交給抖音，交給美团，交給滴滴，被他們抽走了。這就會導致很多地方經濟只會越來越差，越來越死，陷入這種叫泥塘。那按理來說，你這些平台經濟總部多的城市，你應該是賺錢的，你把全國的稅都收來了，你應該是財政能自給自足，但是他的不行。那你說你讓下面什麼安徽、什麼甘肅，你讓他怎麼過？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委屈，自己想一想。所以說，隨着我們宏觀經濟繼續是第2大經濟體 ，GDP 5%增長，對吧？人均可支配收入在5%增長，樣樣都穩中向好。但是在穩中向好中，這個裂縫是越來越大。如果選擇戴上眼罩，裝作看不見；如果給人發個口罩，讓你不要講，就以為這個危機就能度過去，是吧？認為這個裂縫就會自己縮小，那叫什麼？叫掩耳盜鈴。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，往後是越來越難，大家要趁早做好準備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